國王生病了。第2章。星期5，大臣們陪國王緩步跑了一圈又一圈。星期6，皇后親自與國王一起做體操，做了一次又一次。到了星期日，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一天了。就這樣過了一個月，不但國王的身體沒有好轉，就連皇宮裏的人也都病倒了。國王問醫生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天天都有運動啊。醫生聽了呵呵哈哈大笑，說不對，國王每次都只坐在轎子裏，根本沒有真正做運動。其他的人卻運動太多，累壞了。從此之後，國王把轎子留在皇宮裏，和大家一起爬山、騎馬、游泳。每天傍晚還和皇后一起散步。過了不久，國王的身體真的變得健康了，每天都精力充沛地處理國家大事呢。